自从2024年9月21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恩典犹原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36章15、19、23节。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任命伊的子民甲伊徛起的所在，不断派使者去伊的子民遐。毋过，因踢笑上帝的使者，藐视伊的话，忌止伊的先知，直到上主对伊的子民发大受气，互因无法度得到解救。所以，上帝带巴比伦王来攻击因，伫圣殿用刀杀死少年人，无任命因的少男甲少女、老人甲衰弱的。上帝将因拢交伫巴比伦王的手。巴比伦王阁将上帝殿内大小的器具甲财宝，以及王甲遐个首领的财宝，拢带去巴比伦。因阁烧上帝的圣殿，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用火烧城内所有的宫殿，毁坏宝贝的器具。所有无互人杀死的，拢受掠去巴比伦，做巴比伦王甲伊的子孙的奴隶，直到波斯国兴起。这个事伫实现上主通过耶利米所讲的话，土地要荒废，得到安息，到满70年。波斯皇帝塞鲁士元年。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耶利米的嘴所讲的话，感动波斯皇帝塞鲁士，互伊对全国颁布讲：波斯皇帝塞鲁士安尼讲，上主天顶的上帝将天的万国赏赐我，佮指派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。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的，通转去，愿上主因的上帝甲因同在。恩典犹原有。历代志下卷36章是关系南国犹大灭亡的故事，主要描述这个国家因为惊上帝眼中看做邪恶的事，直到上帝大发烈怒，互因无法度逃脱敌人的侵犯，遭受灭亡的境界。咱若甲上帝对犹大国的要求提出来检视，会发现除了独独敬拜上帝以外，其余的要求拢是一个国家，毋管这个国家是毋是信奉上帝，应该着做的事。犹大国的最后几个王，拢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事。这毋简单显示因对上帝无敬畏的心，也凸显人若一旦失去敬畏上帝的心，就会对上帝的话语毋听毋叹。历代志的作者指出，上帝要不断差派先知警告伊的子民，因若毋听叹，佮讥笑上帝的使者，毋插上帝的话，佮踢笑伊的先知。可见，当人毋敬畏上帝，内心就失去约束力，只照家己的想法任意去行。犹大国最后几个朝代，拄亲像士师时代，因为无敬畏上帝，规个社会无纪律，人甲人之间失去信任。毋但安尼，人只有看到家己的利益，毋顾别人甲公众的利益，袂晓照顾弱势者，遑论为弱势者发声，甚至为着利益做出邪恶的事。最后，人也毋管国家敢会继续存在，为人干那管家己敢会安全，敢通过活。这拄好是这个国家向下沉沦的原因。对
以色列的历史，通看到假使规个社会敬畏上帝，互上帝旨意行伫地上，亲像行伫天顶，互关寡孤独废疾者该有所养，互人民的能力拢通得以发挥。那安尼，国家就通富强，人民整体的能力也通得到提升。总是，假使统治者单单重视家己的利益，为着维护个人的政权，毋顾人民的死活，对外发动战争，对内潜图异己，干那照家己的欢喜好恶，一意孤行，那安尼一定会甲国家带向灭亡。历代志下卷36章20节讲到，上帝照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，这事得实现上主通过耶利米所讲的话，土地要荒废得到安息，到满70年。这话实现了。安息年是摩西律法的规定，每7年的最后一年是安息年，要互土地完全安息，毋通耕作。关于土地休耕的规定，除了互土地充分休息以外，也显明上帝才是土地的主人。近年来，人重新注重土地的休耕，因为这对土地、对农作物、对人拢有好处。对今仔日的经文通看到，以色列人并无遵守安息年的规定，也通发现上帝对伊的命令真重视。当以色列人毋愿遵守，上帝就用家己的方法，互因遵守。搁伫因遵守了后，互因通回归，转去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。上帝并无放杀以色列人，恩典犹原在。默想，安息是上帝赐予人的礼物，我应该安怎过安息日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，我要为我的国家台湾祈祷，求你互执政掌权者心存正直，秉持公义，拄去国家体制中的歹，互社会彰显公义甲慈爱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